这头路无遐容易，有时感觉不如意，我永远提出勇气，踏出这事。咱人关系，只我的囡仔。咱趁我趁较有钱，打拼事业搁较顺利，我绝对倒转去。谢谢，好，我们谢谢东东啊，谢谢阿发。我永远提出勇气，后面做事。啥人关系是我的囡仔，咱趁我趁较有钱，打拼事业搁较顺利，我绝对倒转去。谢谢。